好啦，我哋睇一睇呢條題目先。咁而家同你講啦，圖中咧 ABCD 係一個長方形OK 嘅水平面。接住啦，而家同你講 D，D 粒點係 A 嘅正東方，OK 正東方。好啦，然後 Z 係傾角45度，咁所以咧你見得到呢度寫住45度啦，因為呢個係一個長方三個柱體啦。咁所以啦，而家同你講 C 同 E 咧分別係佢嘅投影 ，C 同 E 分別係呢個投影，所以咧投影嘅意思即係垂直落嚟 ，OK 垂直落嚟。咁留意啦，佢而家冇畫直角嘅喎，咁所以我哋先畫咗個直角先，就係 XCB 係90度，同埋 ZEA 呢個都係90度。OK， 好啦，下一步望埋題目咯，同你講啦 ，AX 同埋 XZ 分別係兩條直路啦，然後 A 測 X 係17度，咁題目都畫咗俾你啦。咁而家叫你揾翻 XAB， 好啦 ，XAB 即係呢一隻角喎。好啦，咁呢隻角點樣揾咧？首先第一樣嘢咧，你發現冇任何嘅長度嘅喎，咁點樣計啊？好啦，咁冇任何長度嘅時候，我哋會切一條邊，例如 X，OK，例如 XC 呢條邊。點解要切呢條邊啊？因為你而家要求呢個三圍啊嘛。但呢個三圍你見到係乜嘢都冇嘅，最多資料邊度啊？45度同17度。而呢兩個三角形嘅情況之下，我哋發現 XCA 呢個三圍同埋 XBC 呢個三圍都係有資料，而且公共邊都係 XC， 所以我切呢個位叫做 XCM 先。OK， 咁接住啦，而家記住啊，我哋今次係 focus 喺 XAB 呢個三圍噶嘛，咁所以我哋先揾咗 XB 呢條線先，用 X 表示。好啦，咁所以而家我哋知道呢個係45度，而呢個又45度喎，咁所以呢個直角我哋就知道呢個係等於直角三圍，所以咧我就知道呢個就係 X。OK， 咁所以 XB 係幾多啊？最簡單咧，你就可以用翻畢氏定律去計啦。OK， 即係 X square 加 X square 根號去，咁變咗做 X 根號2 cm。OK， 好啦，下一步，咁你望完呢個 XBC 咯，再望翻 XAC 呢個三圍咯。好啦，後面呢個三圍又係啦，我哋而家要揾邊條邊可以先揾得到我哋頭先最主要 focus 嘅咩啊 ？XAB 呢個三圍啊嘛。最主要邊條邊啊？就係 XA 咯 ，XA。所以點樣求 XA 啊？望翻咯喎，而家就 X 呢條邊，然後17度。題目俾咗呢個直角嚟噶嘛，咁所以我就會知道，我哋就可以用翻 sin 去計啦。所以 sin 17度係會等於翻 x over XA。咁所以我就知道 XA 咧嘅長度就係 x over sin 17度啦。咁有齊晒兩條邊咯喎，而呢個係長方形，所以呢個都係直角啦。咁所以最簡單嘅做法就會變咗做，而家 XB 係對邊 ，XA 係斜邊，所以 sin 角 XAB 係會等於翻 XB over XA， 而 XA 係乜嘢啊？就會係 x over sin 17度。而 XB 頭先計咗 x 根號2，咁你發現啦，兩個 x 約咗去，所以得翻就係根號2乘以 sin 17度。OK， sin 17度。咁所以答案最後計翻 XAB shift sin 揾翻答案就會係24.4234度啦。咁三位有數字就24.4啦。OK， 咁呢個 A part 嘅答案。咁接住啦，望一望 B part 去揾咩咯 ？B part 同你講而家知道 AXZ，OK，AXZ 係20度，抹低佢咯喎。呢個係20度。接住而家咧，同你講埋 AZ 係140米咯喎，而家知道。140米。OK，
好啦，咁接住啦，而家由 B 測 Z 嘅羅盤方位角係幾多？由 B 測 Z，OK， 我冇邊喎，咁我哋要加條線啦。首先第一樣嘢係咪？加條線連埋去，藍色啦，拉呢條線落去。好，呢個羅盤方位角係幾多啊？點揾啊？另一樣嘢記住，如果一個立體嚟講，我哋向上揾羅盤方位角，其實我哋要處於同一個水平面，而 Z 投射落去下面嘅 ABCD 嘅水平面係 E， 所以其實呢啲題目想考你嘅位置就係考翻你由 B 測 E 嘅羅盤方位角 ，OK， 由 B 測 E 嘅羅盤方位角。OK， 咁你可以自己mark翻低。呢條題目嘅另一個問法就係由 B 測 E 的羅盤方位角。OK， 咁點樣求啦？我哋要諗。好啦，望翻幅圖。而家咧冇任何資料，但係我哋可以揾到嘅，例如140比例有咩用啊？就係揾翻呢個 E。Z 咯，或者 AE 咯 ，OK， 咁我哋揾翻呢兩條邊先啦，好冇？首先呢一樣嘢最簡單就揾翻 EA，OK，EA，因為記住一樣嘢，頭先講咗啦，呢個係45度啊嘛，一樣噶嘛，咁所以 Part B 我寫到啊 ，Part B 首先第一樣嘢 AE 係點揾啊？鄰斜咯，所以 cosine 45度係等於 AE over 翻140。所以 AE 就係70根號2米啦。OK， 咁當然啦，你可以寫翻一個三位數啊、三位有數字嗰啲題目數值嘅。OK， 好啦，因為 cos 45度之後根號2 over 2咁，所以我哋比較快嘅啫。好啦，搞掂咗 AE 咯，接住有呢條邊啊，仲有咩邊知道好似冇邊知道喎？你諗一諗，點解叫你求 A part 先 ？A part 叫你求呢隻角喎，有咩用啊？再諗一諗。最主要咧係要諗下點樣將佢變翻我哋有用嘅嘢 ，OK， 變翻有用嘅嘢。例如我哋而家要揾翻 AB 呢條長度，係啦 ，AB 條長度點揾啊？你話好似揾唔到喎，任何情況都揾唔到喎。好啦，望翻先，而家呢度140，呢度20，有冇方法用呢個3個人去諗啊？你好似有方法喎，係咪啊？首先呢度對翻，係咪對住？第二樣嘢，呢隻角同呢隻角有咩關係啊？咪90度嘅關係咯，係咪？咁所以我哋先 focus 埋另一個三維，就係 AZX 呢個三維。好啦，接住而家個 XAZ，OK，XAZ 呢度。點樣求呢個角啊？可以 ，sorry， 點樣求呢隻角啊？就係90度減翻去咯，所以就係65.57，65.5766，OK。然後喺度20度，咁我哋咪求到呢隻角咯，即係等呢隻三維內角我哋有齊晒噶啦 ，OK。咁下一步最主要要求呢條邊同或者呢條邊啦 ，OK， 冇所謂嘅，一樣嘅啫意思。好啦，咁如果知道呢隻角頭先講咗，呢隻角係65.5766度 ，OK。下一步點樣求啊？呢隻角我哋都可以求到180度減翻曬兩隻角啫嘛，就咪94.423咯。OK， 搞掂。然之後最主要啦，點樣求嘛？我哋要求嘅嘢係正弦公式 sin formula 20 sin 20對翻140，然後我哋揾翻呢條邊 ，OK，XA， OK，XA， 好啦，咁我抹翻低咯喎，140除以 sin 20度等於翻 XA 除以 sin 嘅94.4234度，咁得出 AX 咧就會係大約咧就408.1134米啦。OK， 咁搞掂埋呢個 AX 咯喎，咁最主要我哋要求咩啊？
AB 啊嘛，係咪 AB 啊嘛？咁所以 AB 點樣求啊？你話好啦，AB 嘅求嘅方法好簡單啫嘛，因為你頭先 A 筆已經求到嗰隻角就係24.423啦。OK， 咁有呢條邊又有呢條邊。OK， 咁你咪要用咩啊？sin 咯，sorry 用 cosine 咯，鄰斜啊嘛，鄰斜。所以鄰斜的話 ，cosine 個 XAB。OK， 然之後就係 AX over 翻我要嘅 AB。OK， 咁所以 AB 嘅答案就會變咗做371.5934米。OK， 咁就完成咗我哋要。sorry， 唔好意思，呢度調轉咗寫，係啦。咁樣 AX 先係斜邊。OK， 咁搞掂咗咯喎。好啦，咁搞掂咗最主要嗰兩條邊啊，就係 AB 搞掂咗，然後依條邊搞掂咗。而家揾羅盤方位角喎，咁留意啦。平時我哋個坐標係點樣㗎？上面係北咁樣噶嘛，依面係東噶嘛。但係今次係90度轉咗，依面係北。OK， 咁所以你望下咯喎，依個圖嘅話，其實揾邊隻角啊？係揾呢一隻角嘅。呢隻角點揾啊？頭先講咗啦，因為我哋已經有 AE 同埋 AB， 我哋直接用 tangent 去計。OK， 所以 tangent 角我哋要揾嘅就係 ABE，tangent ABE 係等於翻 AE over AB。OK， 咁所以 ABE，OK， 你會計得到答案。shift 呢個tangent 啦，咁 ABE 就會變咗做14.9175。所以佢嘅羅盤方位角就會變咗做 N14.9度，然之後 E 啦。OK， 咁呢個咧就係成條答案要寫嘅嘢啦。